根據政府統計處最新數字，香港有57.8萬名傷殘人士，當中4.5%，即係32萬人，日常需要依靠輪椅或者其他輔助器材出入。有組織早前就舉辦咗一個體驗營，要中學生扮演傷殘人士，響社區遊走1日，從中體驗佢哋響日常生活中面對嘅困難。學生要各自扮演傷殘人士過1日，試用自己嘅方式，用最平嘅方法由西貢出發去到黃大仙，交一份傷殘津貼申請表。好，出發啦！輪椅人士要從西貢出到市區，除咗的士就只能夠坐巴士。出發點距離巴士站唔係太遠，但係坐住輪椅要穿過重重人群，就足足用多咗1倍時間先至到達。等咗一大輪，終於等到無障礙巴士啦。係咯，好辛苦真係。體力都會有一定嘅requirement， 因為你係咁用隻手推咧，其實原來好攰嘅。即係我頭先行咗唔係好多，都係已經隻手就係攰攰地嘅。佢哋響彩虹落車轉港鐵，點知入口冇無障礙措施，唯有折返啦。要揾職員幫下忙，去到月台上車又要再 call 職員。終於到咗黃大仙啦，目的地就響出口旁邊，問下職員點樣行先。吓，明明響隔離，又要兜一大段路。兩個人突然停低，原來係捐錢俾其他輪椅人士啊！花咗足足2個鐘，終於到達目的地啦。用多咗1倍時間，呢6個字就最能夠表達佢哋嘅心聲啦。任務完成就要起行返去西貢啦。點啊？往上 ，lift going up， 往上。兩位頻撲咗1個朝早，覺得點樣呢？傷殘人士係真係要好多外人嘅幫助。如果我一個人行嘅話，可能已經好多人會幫你開路啊，可能幫你撳 lift 啊。我都見到香港人係會真係幫下你手，即係譬如見到你係傷殘咁，咪撳下 lift 咁咯。咁就佢哋會 show 一個好好嘅心，都算係憐憫我哋。我發現香港有好多設施都係唔係太完善咯，有時我哋今日啦就淨係做1日呢一啲有需要嘅人啦，其實真係好難想像究竟佢哋每一日都要咁樣過嘅時候係幾辛苦。咁但係近幾年我哋發覺好多時咧，其實學生佢接收嘅資訊咧係比較被動啦，可能書本話俾佢知貧窮係點樣，佢就覺得真係咁樣。咁但係所以我哋就好想真係俾個機會學生用自己嘅角度去探索多啲關於呢個社會嘅嘢。